大家好，今日我要介紹嘅元素係鈽，我會從三個方面開始講，分別係物理性質、化學性質同埋研究歷史。關於物理性質，其實喺兩幅圖都睇得差唔多啦。佢嘅原子序係56，相對原子質量係137.327，電子排布係2888882，佢係屬於第二族嘅鈉土金屬。鈽嘅物理性質仲有唔少，例如話佢硬白色且具有光澤，質地堅硬，顏色係黃綠色嘅，熔點喺725度，沸點喺1640度。佢嘅性質係比較活潑。喺自然界中，鈽主要以重金屬同埋重鍍重石嘅形式存在。呢個鈽係可以同鋁素、硫等非金屬組成離子化合物嘅。鈽喺空氣裏邊嘅時候，表面係會好快變成灰色，係因為氧化作用。鈽同埋水反應嘅時候會猛烈燃燒，在常溫下與水反應釋出氫氣。佢同氫氯酸、稀硫酸反應都會生成鈽鹽並放出氫氣。1602年，意大利人卡西奧盧羅發現一種含硫酸鈽嘅重金屬，佢同可燃物質一齊燃燒之後，喺黑暗裏邊係可以發光嘅，引起咗當時歐洲化學家嘅興趣。1774年，瑞典化學家舍納在軟錳礦裏邊發現咗鈽。1808年，英國化學家戴維用汞作為陰極，鈽作為陽極，電解重金屬，得到一種純度不高嘅金屬，並且以希臘文 Baris 即係重命名，元素符號定為 Ba， 稱為鈽。鈽佢本身係唔重嘅，鈽嘅相對原子質量係比較重嘅，但係因為佢普遍密度比較低，所以199嘅鈽其實係唔重嘅。但係鈽嘅化合物普遍都係好重嘅，佢就用咗希臘語嘅 Bari 即係重去命名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鈽親呢？即係話醫院用 X 射線掃描呢個病人嘅胃腸嘅時候，呢個病人係需要事先通過鈽親為腸道成長，因為 X 射線係比較難穿透呢個鈽親嘅。鈽親嘅本質就係硫酸鈽嘅混作液，不過大家唔使驚俾毒死，因為佢嘅性質係穩定嘅，而且唔溶於強酸、水同埋脂質。硫酸鈽嘅溶解度係比較少嘅，而且佢唔可以同酸發生反應，所以冇鈽離子會俾人嘅體吸收。鈽係仲有其他應用㗎，硫酸鈽同埋石油喺鑽井泥漿嘅加重劑同樣。硫酸鈽都係造紙、油漆等材料嘅重要添加劑，佢有比較好嘅光穩定性，對燃燒材料嘅光老化有著顯著嘅作用。多謝觀看。